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55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55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55天。美伊局勢仍在升级。根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下令對伊朗開展新一輪打擊行動，打擊目標是伊朗的能源基礎設施，而以色列也會加入打擊行動。根據《華爾街日報》7月31日報道，美國官員稱美國總統特朗普已下令軍方對伊朗發動新一輪軍事打擊，打擊行動最早可能在本周末開始，並持續數日。有人分析這特朗普就是趁着美國資本市場股市什麼期貨市休息收市打2天，然後周一開盤之前結束，再歇一會兒這個就是打仗和那個資本市場兩不誤互不干擾。當然了，這是特朗普一廂情願了，想法是美妙的是非常好的，現實是非常骨感、非常殘酷的。那麼這個特朗普他在總統度假勝地就是那個戴維營主持召開這個電視直播會議內閣會議據說這個會議還要直播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戴維營召開內閣會議，聚焦伊朗問題、哈馬斯解除武裝和武器投資議題。這個戴維營大家都知道位於馬里蘭州，除了休閒之外，還兼具辦公室的作用。那麼在這個戴維營特朗普就開始發表對伊朗的看法了他說對達成美伊協議失去信心。特朗普前2天還說一切正常進行，很有信心。今天又說沒信心了所以特朗普這人說話符合他的這個一貫作風他說我對他們失去了信心，因為他們確實在撒謊，也確實在歪曲事實。特朗普說他們總是想談，但他們卻經常食言。然後特朗普他就舉例子了他就跟這個記者抱怨了，這像極了祥林嫂，美國版的祥林嫂。然後他就跟記者說他說美國和伊朗談判团隊討論核武器問題，針對核問題討論了7個小時，說但是這個談判一結束，美國就是我們就說我們一起討論了核問題，而伊朗呢卻說我們從未討論過核問題。為什麼呢？特朗普他就說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特朗普也不知道，不明白，他們做的只會讓我生氣，你們知道嗎？他們只會讓我生气，這是活該這叫自找的。你要跟朗子談判，而且特朗普自己知道，特朗普這個心態確實是個商人心態，確實像極了這個小散，像不像金融消費者？太像了他這個心態為什麼呢？我給大家分析分析這特朗普在打伊朗之前，跟伊朗談判等等，特朗普自己都有預判因为他在第一任的時候他就說過，這伊朗人打仗沒贏過，談判沒輸過，也就是說伊朗人打仗不行，談判非常在行，非常厲害。實際上特朗普是知道伊朗人是非常難纏的，你談判當然這是客觀印象表面印象，但是現實是什麼呢？現實也決定了伊朗這個談判不容易。這個我們每天節目的分析，因為伊朗它內部分裂主戰派、主和派，誰說了也不算，然後互相鬥得還厲害。談判外交是由主和派在掌握，但是內政是吧？霍爾木茲海峽封不封，核武器怎麼整，導彈打不打，無人機飛不飛，這玩意都是主戰派在控制你主和派談得再好對吧？給人跪一下出門還得站起來对不對？還不能讓伊朗的盤們知道他跪下了，出門就說沒有對吧？我們以前不會，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向美國妥協。我們通過外交來維護伊朗的權益，讓美帝再一次夾着尾巴逃跑了。我們也把戰場上的勝利轉化為談判桌上的勝利。這就是朗子的那些外交官員，那些主和派的說辭。因為不這麼說的話，他回國就要被朗子的盤們給打死，拿石頭砸死，天天喊去死，要他們下台。所以這個
朗子的這些主和派他也沒招啊，他不能出門就說，哎，我們已經同意了啊，不搞核武器了。這第二天德黑蘭就要發生騷亂，主和派還只能对吧，借着鐘馗来打鬼啊，還得說什麼啊，不搞核武器啊，這玩意還先把這個哈梅内伊搬出來，哎，這是哈梅内伊生前的指示，哎，对吧？所以說啊，主和派也難，那主戰派呢更難，因為你們這幫人一旦得勢，主戰派要遭到清算了。主戰派他不是說啊，為了個眼前的小利益啊，他是生死之戰。這個位置他能讓嗎？讓下去他們就遭到清算。朗子的盘盘們到時候，對吧？總有一天會醒悟過來，一醒悟過来，他們就要尋找啊，為什麼我們過得這麼難？為什麼我們總是被人封鎖、被人打壓？原來都是你們在這搞的，自找的。所以到時候要清算衛隊，清算毛拉。所以考慮到這個，那毛拉是堅決不能讓步，對吧？也就是朗子不能變天，所以他們之間是生死之鬥啊，之戰。那特朗普，你跟這樣的一個情況，你談判有什麼用呢？對吧？你跟那個主和派談的再熱鬧再好，回去得不到執行，对吧？衛隊就在哈梅内伊這個葬禮上開始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進行打擊，主和派管不了他們，也控制不了這個局面。而那個現在的新的領袖穆吉塔巴，他本身也是岌岌可危啊，他那个統治不要看他是領袖，實際上他也是一夜之間可能就不是領袖，就是人民公敵。所以我說為什麼特朗普是一種小散心態呢？就是他明知有這些問題，然後他還想試一試，抱着幻想。哎，這個金融消費者就是這個心態，他知道這個紅綠市場是個賭場，是個大鐮刀，去了就是送死。但是也聽說呢，誰賺了錢，對不對？你看那漲了10倍，那麼多票子，對吧？漲了5倍、10倍的多了去了。萬一我中了一個呢，對吧？我買中一個呢，那不就是發了嗎？所以他明知那是個賭場，明知那個鐮刀啊，血淋淋的等着他，哎，他依然是抱着僥倖的心理要進去搞一把。萬一我行了呢，對吧？賠錢的都是那些倒霉的。說好聽的這叫冒險，說不好聽的這就是賭啊。所以這個特朗普啊，在這個事情上面，充分的體現了一個商人的心態，一個小散的心態，想去明知對吧談判沒戲，還去耽誤時間，然後自己找氣受。你看啊，他說他們只會讓我生氣，所以這叫活該嘛。然後特朗普還抱怨啊，他這絮絮叨叨的向媒體說啊，這真像個祥林嫂啊。他說我前幾天啊，他說我們當時在房子裡面啊，正等着維特科夫給我打電話。維特科夫當時正在跟阿曼、跟那個巴基斯坦，他們一起在跟伊朗談那個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問題。特朗普不是說談的有進展嗎？特朗普還特地下令是吧，暫停打擊。他不連續打了13天嗎？暫停，軍事給外交讓步啊，騰挪空間。就是那一次，讓特朗普在那信誓旦旦啊，在等着維特科夫打來好消息啊，打電話報告好消息。哎，特朗普在電話的這一頭等着啊，他特別想聽到維特科夫給他帶來好消息，前方達成了一致。結果這個電話是等來了，響了，然後特朗普把電話一接起來，哎，說話的不是維特科夫啊，卻是美國的戰爭部長郝格塞斯。這郝格塞斯帶來的一個壞消息啊，說伊朗剛剛向我們在約旦的一個基地發射了5枚導彈，我們擊落了他們。那你說特朗普他能不生氣嗎？所以特朗普開會在那兒國罵，據說是國罵了半小時啊，在那兒又是什麼這個伊朗領導人都是垃圾，對吧？都是人渣，在那叭叭瘋狂輸出。再加上對吧？情報部這個中情局居然告訴特朗普，哎，人家已經把你列為頭號暗殺對象，不僅把你把你們全家都列在名單裡面，哎，把他老婆是吧，還做了一個宣傳片短視頻是吧，在網上發，號召去殺那個美國第一夫人，還有特朗普的兒子。所以特朗普一聽這個，肯定是惱羞成怒破防了在那瘋狂罵。所以這個特朗普他說我們會打擊伊朗，狠狠的打擊，到某個地步，也打到什麼地步呢？他們求饒，說再也撐不住了，也想跪地求饒。好，
我才能收手。也就是接下来啊，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对伊朗的打擊那是空前的惨烈啊，要让伊朗要跪下求饒。特朗普重申，美国会阻止伊朗的野心。所以我以前不说了吗？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对吧？我说好多回，特朗普很生气啊，后果很严重。特朗普这回真生气了，后果有多严重呢？我们接着看，因为接下来的打擊啊，其實沒什麼好炸的了，對吧？能炸的東西，地表上看得見的，那就是發電廠、煉油廠、橋樑，對吧？這些高價值目標，很有可能啊，要切斷伊朗的電力供應。伊朗未來恐怕在陷入一團漆黑之中啊。特朗普對記者說啊，我們只是想贏。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進展順利，進行得非常順利啊。這是特朗普的原話。7月31號啊，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啊，援引以色列高層消息人士報道啊，他說美國和以色列正在考慮對伊朗實施陸地封鎖，就是海上封鎖還不夠啊，還要陸地封鎖。報道稱，陸地封鎖被視為向伊朗施加經濟壓力的選項之一。消息人士表示啊，該計劃需要美國和以色列向伊朗的鄰國施壓，要求伊朗鄰國關閉邊境口岸或嚴格限制過境，從而限制與伊朗的貿易往來。根據報道啊，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並非美國在該地區的密切盟友，可能成為封鎖過程中的薄弱環節。而其他與伊朗接壤的國家，包括阿塞拜疆、亞美尼亞、阿富汗、土庫曼斯坦和土耳其，若同意美以計劃，將面臨伊朗報復性措施，包括軍事打擊。報道稱啊，由於目前打通霍爾木茲海峽軍事策略已失效，美國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實施陸地封鎖。白宮發言人表示啊，特朗普掌握所有的選項，陸地封鎖不是沒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因為特朗普手上有貿易戰、關稅這個大棒，他可以施壓。巴基斯坦是最會做人啊，對吧？到時候他們會宣布，不對伊朗進行封鎖，但是事實上封鎖，對吧？嘴上說的不封鎖，但是他們的行為，對吧？把那個陸邊境口岸都不用關閉啊，你只要提高手續，這個繁瑣的吧，走程序走的時間長一點，要求嚴一點，他啥貨也走不了。哎，這些東西啊，大家都明白。不宣布封鎖伊朗，那是巴基斯坦這個國家給伊朗面子，走個面兒。但是實際上又封鎖呢，這是為了滿足特朗普，不想得罪美國，這也是個辦法啊。因為畢竟啊，陸路還有很多這個電子元器件，是吧？一些高價值的物資啊，會通過陸路運進伊朗，幫助伊朗對抗美國和以色列。7月31號，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發布聲明稱，由於美軍啊在相關海域持續採取侵略性行動，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已無法正常通行。也就是啊，朗子已經封閉又封霍爾木茲海峽，徹底不過了啊。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還宣布啊，今天早晨2艘油輪迫於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挑釁，無視我們警告，妄圖在美國空中啊掩護下擅自改變航線，穿越霍爾木茲海峽。但是他們在試圖穿越霍爾木茲海峽時，我們開火了，並將其扣押。另有4艘船只迅速改變航線，並返回原位。美國任何試圖在這一地區發號施令的行為都將遭到回擊。所以說，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又封鎖了啊。面對美國、以色列啊，要加大對伊朗的打擊，伊朗制定大規模報復計劃來應對。伊朗安全領域一位高級消息人士向塔斯利姆通訊社表示啊，針對美以可能對伊朗發動攻擊的相關報道，德黑蘭已制定了一項涵蓋範圍廣泛的大規模報復計劃，以應對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此前，西方媒體援引消息人士稱啊，美國和以色列正籌備對伊朗能源基礎設施實施大規模打擊，行動可能在本周末啟動。該消息人士在回應中稱，從我們的視角看，美國媒體關於可能攻擊伊朗基礎設施的報道實屬荒謬之舉。我們已經準備好一套全面的報復方案，目標涵蓋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關鍵基礎設施以及美國在本地區的能源設施。朗子最好不要招惹以色列啊！現在以色列還沒動手，如果朗子主動招惹以色列，雖然這個內塔尼亞胡跟特朗普說了啊，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就等着特朗普一声令下，以色列就加入。特朗普说啊，现在啊收拾毛了，还不需要你帮忙。那意思就是以色列你先边上看着啊。但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已經準備好了。如果啊，伊朗要先打擊以色列，那以色列必然是要反擊的，而這個反擊不一定是對等反擊啊，很有可能人家就趁勢加入戰爭。所以說，朗子啊，到現在為止，雖然炸中東所有的美軍基地，理由就是對吧？那美軍利用你那個基地啊，再打擊我伊朗，我就要炸你啊，沒毛病啊。但是你看有沒有到現在為止啊，朗子根本就不敢招惹以色列，因為美軍要從本古里安機場，對吧？以色列好幾個機場啊，起飛加油機、戰鬥機，不都去打的伊朗嗎？伊朗怎麼不敢去往以色列發射導彈呢？伊朗為什麼只敢往這個王爺國發射導彈呢？因為這些王爺國慫啊，對吧？講道理一套一套的啊，圓一套一套的，但是真讓他上場不行，害怕。那以色列人家對吧？人狠話不多啊，能動手絕不吵吵。沒有那麼多大道理可講，所以這個朗子一看啊，雖然美軍的飛機從以色列起飛去轟炸他也忍，到現在為止不敢反擊，也不敢報復，所以他只敢炸約旦嘛，炸巴林，炸什麼科威特、阿聯酋。在這個戴維營會議上啊，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對伊朗火力全開啊，他說啊，伊朗最大的銀行已經崩潰了，我們正在全世界搜尋他們的資產。將這些錢歸還給伊朗人民以及那些被伊朗傷害過的美國人，他們的央行只能印鈔，結果通脹飆到了180%，現在他們連巨響都發不出了，經濟絞殺正在全面展開，伊朗政權的錢袋子被徹底的掐住。美國中央司令部宣布啊，已迫使30艘油輪，伊朗的船只啊掉頭，也就是說至少有30艘伊朗的船想闖關，未遂。另外還打貪了，就是有2艘船呢失去動力。美軍還阻擋了開往巴基斯坦的卡塔爾天然氣船。美國人說了啊，你要想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你就必須走阿曼那條線，南線。你要從北線出來的，從伊朗那邊出來，統統給你攔住，也就是你向伊朗屈服了。所以這個啊，前不久不是巴基斯坦跟伊朗談好了嗎？你好歹得對吧，讓我們過2艘船呢。這個巴基斯坦就指着卡塔爾的天然氣啊，那卡塔爾對吧，也跟伊朗做工作啊，因為卡塔爾我給你們對吧，一點好處都沒有嗎？所以朗子的衛隊同意啊，卡塔爾天然氣船1艘，開往這個巴基斯坦，給個面子啊，走個面兒。結果人美國人不走面兒，美國人說了啊，你只要從那個伊朗那邊水道走的，我都給你攔住，回去吧。你要走你就走阿曼那條路，朗子就不願意了。你要走阿曼那條路，朗子說那你。對吧？你不給我面子，那我也不給你面子。不過啊，不管他們怎麼說啊，看上去很熱鬧，朗子這個空間呢，越來越在萎縮，對吧？朗子現在越來越難以支撐，這個形勢，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啊。雖然這中間還要各種折騰啊，特朗普一會兒打一會兒不打，一會兒談，但是形勢對朗子是相當不利啊。朗子的前途是沒有的，為什麼呢？你看朗子的啊爪牙，朗子的啊。花了巨資培養的地區武裝代理人白手套抵抗之湖正在瓦解。真主黨不說了，對不對？最近不消停，最近消停了吧？好像動靜不大。就連這個哈馬斯啊，也徹底的啊放下武器了。當然，這個還有變化啊。同時，就在這個戴維營會議上，特朗普宣布哈馬斯全面解除武裝，達成協議，稱以色列對此非常高興。哈馬斯方面的官員也表示啊。該組織同意解除武裝方案。特朗普說啊，在哈馬斯完成解除武裝後啊，以色列軍隊將撤出，國際穩定部隊將與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隊合作，接管加沙的安全事務，確保當地居民和鄰國安全。哈馬斯方面周五說啊，他們同意特朗普所宣布的協議。哈馬斯希望調解方以及和平委員會能夠確保以色列遵守協議條款。一位美國官員表示啊，在談判的每一個環節都徵詢了以色列的意見。不管怎麼說，哈馬斯要放下武器，沒了。伊朗精心培養的啊，這支武裝資助的餵養的這支武裝放下武器了。實際上啊，在哈梅內伊這個葬禮上，哈馬斯不是派了代表嗎？到伊朗去，
衛隊高層啊接見了這個哈馬斯的代表，就是勸說哈馬斯不要跟美國人達成這個協議，至少不要這麼早的簽字。也就是說，你再觀望觀望，你再撐一撐，再難也得咬牙堅持。大哥，我這雖然挨揍啊，雖然被打得五眼青，但是我想辦法給你找點啊，招补點錢給你，武器資助啊，你先扛一扛。但是哈馬斯確實扛不住啊！從2023年10月開始，這以色列人對吧？這種絞殺，哈馬斯領導層那真是一波一波的走了。大家看過那個2023年10月7號阿克薩洪水嗎？那個視頻，對吧？哈馬斯武裝人員開了個皮卡車上，一個對吧？以色列的是哪個國家？是以色列吧？是個女孩的吧？屍體，然後那個哈馬斯還有那個加沙的那些人跟着後面跑啊，高興啊，遊街啊。我看媒體報道啊，當時那個皮卡上所有的人，現在被以色列啊追杀到现在，最後一個人都被杀了。也就是說，那个皮卡車上包括司機，包括對吧？那些這個反正就是兇手唄，被以色列人一個一個的，一直到前幾天把最後一個人幹掉。也就是以色列人啊，人家能幹能動手就絕不吵吵，悶頭去做。就連這樣的兇手都被幹掉了，你說那些哈馬斯的高層一個一個的對吧？上來還沒幹幾天就被幹掉了，哈馬斯沒人了。你這麼幹下去，確實打殘了啊，無力抵抗。所以朗子你再怎麼煽動沒用，人家一看迫於形勢，交槍吧。所以你看啊，朗子又少了一個吧。現在沙特和美國聯手對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進行轟炸。這個哈馬斯應該是哈馬斯他就是玩陰謀詭計啊，他說到時候不交槍，他也掀不起什麼浪了啊。所以說他不如交槍，換取啊以色列人停止追殺。如果他不交槍啊，那恐怕一直殺到最後一個，那可不管。那麼現在沙特呢，對吧？不僅要打擊這個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他還在打擊這個也門的胡塞武裝。那這背後那當然是美國在支持啊。阿拉伯媒體報道啊，沙特準備對胡塞武裝進行一次重大軍事攻勢，計劃包括在紅海的海上行動以及也門中部的地面進攻。此舉是在胡塞打擊沙特石油設施並封鎖沙特航運之後發生的。當然了，沙特應該不會派部隊啊，沙特還是給錢給那些也門的其他的部落武裝啊，也門的政府嘛，也門政府是親沙特的，也就是也門要爆發內戰，給錢給武器給裝備啊，讓他們去打這個胡塞武裝。而這個胡塞啊也很硬氣啊，也很尿性啊。這個胡塞武裝啊，居然警告巴基斯坦，他不點名，怎麼警告的呢？前不久巴基斯坦不是畫了紅線嗎？跟伊朗說了啊，你可不能打沙特啊，你要打沙特，我這沒法弄啊，我跟沙特是吧？是戰略同盟啊，畫了紅線啊。好，伊朗人不好動啊，伊朗人要動，那你把斡旋方對不對？弄得下不了台。伊朗讓自己小弟胡塞武裝去弄。所以這胡塞武裝啊，他馬上發了個聲明，他說啊，那些宣布與沙特結盟的國家，其名稱出現在針對也門的聯盟和侵略名單中。我們澄清啊，他說禁止通行的決定僅限於沙特船只，這是針對我國的被侵略的回應。因此，我們警告這些國家不要參與加入保護沙特船只或支持其行動，以及不要將各自國家拖入與你們無關的對峙中。任何直接參與保護或支持沙特船只的行為，將使這些國家的船只面臨擴大禁令範圍，將其納入其中的風險。不要將你們的國家捲入不是你們戰爭的戰爭中。紅海不是供那些想升級衝突的人隨意行動的開放戰場。任何新步驟都將面臨相應的反制措施。胡塞武裝的意思是對吧？咱們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只針對沙特，你們不要以你們跟沙特有什麼協議啊為名，都來幫沙特，那你們是自己找死，打着燈籠上廁所啊，找死啊！這場戰爭跟你們沒有關係，你們不要來攪和，就這意思啊。也就是啊，也門胡塞武裝是赤腳的不怕穿鞋的，人家不巴基斯坦畫了紅線。但是不管怎麼說啊，
這個胡塞武裝恐怕也是迎來了自己的生命倒計時，跟哈馬斯差不多。另外这个烏克蘭現在也在積極運作啊。根據美國政論網站政治雜誌報道，烏克蘭領導層已與美國及多個中東國家就無人機技術合作達成初步協議。報道稱，烏克蘭承諾向美國和海灣國家提供技術支持，交付經過改裝可攔截空中目標的專用無人機。此舉旨在強化合作夥伴在風險區域的防空體系。專治沙赫德的。作為烏克蘭轉讓創新技術如成品，攔截無人機系統交換，相關外國夥伴承諾向烏克蘭武裝力量追加軍事援助。軍事專家認為這份協議與近期波斯灣自殺式無人機襲擊頻發有關，多起襲擊目標為美軍軍設施。從這些方面來說就是雖然特朗普打擊伊朗目前還沒有取得一些決定性的成果，也就是朗子還沒有認輸，還在抵抗、頑抗、負隅頑抗，但是朗子的這個空間呢，是吧，是在萎縮的。首先，對吧，這個朗子的港口被封鎖，如果朗子的陸地再被封鎖，烏克蘭人又把裏海，對吧，給控制了，朗子徹底是插翅難飛被圍得像鐵桶一樣。所以朗子現在不敢招惹烏克蘭呢，烏克蘭把他船炸了就是炸了，為什麼呢？因為能炸你第一艘，後面都能炸。那朗子跟大哥之間的這個生命的紐帶就沒了，你指望大哥保護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哥的莫斯科、聖彼得堡都，對吧，都沒法招架，他還能管得上你朗子的這個遊輪或者貨船嗎？管不了大哥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所以朗子忍了所以這麼一看的話，朗子是不是就像鐵桶圍住了這第一個。第二個呢，朗子的小弟一個一個的不行了，交槍的交槍，歇菜的歇菜，你說還能整個啥呢？所以面對當前的困境朗子有人已經把不滿的這個目光投向了二哥。昨天咱們節目介紹了朗子把二哥在科威特的一個建築給炸了，這個表面上看好像是失誤，實際上這是警告這個都懂，對吧？那南檸檬的事大家還記得吧？不是一個意思嗎？但就是一個意思都是警告。而伊朗國內也有這樣的輿論，強硬派已經坐不住了，把矛頭對向了二哥。伊朗強硬派表達了不滿，暗示大國的行動似乎壞了德黑蘭重創美國的大計，也就是他認為大國沒有配合伊朗，我朗子在這兒跟美國可是玩命的幹了，拿腦袋接炸彈，對不對？結果你二哥在後面幹啥？你淨做那些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為什麼呢？朗子這麼說的伊朗談判代表加里巴夫關係密切的當地媒體，這個卡利巴夫知道吧？卡利巴夫不僅是伊朗的談判代表，對吧？負責人，他還是伊朗專門負責某大國的全權代表，是吧？卡利巴夫嘛，這不是領袖2個月前給他封的嗎？要加強跟二哥合作的，二哥有任何事情都找這個卡利巴夫。結果這個卡利巴夫他通過媒體放風通過跟他親近的媒體放什麼風呢？說拋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大國大削減自伊朗進口石油，這一舉措是否毀了伊朗的海峽牽制戰略？這個大家都看過這個報告吧？就是大國7月份從6月份開始就急劇的減少了從伊朗進口的原油。朗子不高興了，朗子說好不容易這1個月是吧？這個美國人開恩是吧？開了10幾天嘛，我這油輪能出來，結果你還不要，大國不要所以說這個卡利巴夫的媒體公開質疑強硬派陣營的核心武器是否已經失效，本身就是伊朗內部政治博弈的反應。自年初以對伊朗實施大規模襲擊以來某大國對伊朗原油的採購經歷了急劇的下滑。開普勒國際航運數據顯示，6月以來大國自伊朗進口的原油從日均150萬桶驟降至日均60萬桶，至7月中旬這一數字進一步降至55萬桶左右，而這一數字為近3年來最低水平。與此同時，大國的整體原油進口量同期也大幅減少了40%。為什麼呢？因為油價高
油價高，大國它就不進口，因為它有儲備啊。大國的儲備多少不知道，據說啊是個謎。海峽重新開放後啊，中東其他產油國迅速恢復出口，海灣地區供應商以低於布倫特原油每桶$8的價格爭奪亞洲市場。也就是我以前節目一直說的不對，這一王爺國啊，那罐子都快炸了，所以他趁着這個時間窗口趕緊往出賣油啊。而人家王爺國往出賣油，那人家是趕時間的啊，所以他為了賣得多，他就打折。這個阿联酋、沙特都是打折。而朗子呢，因為他缺錢，他指望着大國啊，你也哎对吧，大哥，我好歹在这给你頂着美國人的，對不對？你走個面，原價買，伊朗原油僅折價$2一桶啊，人家沙特是折價$8，伊朗是折價$2，那你說是買誰的呢？伊朗的價格劣勢明顯，在7月份，伊朗原油在國際市場上成了最貴的選擇。大國的煉油企業為節省採購成本，迅速轉向購買這些更具價格競爭力的非制裁原油。馬上從阿聯酋、從沙特，對吧？阿聯酋的那個王儲是不是還專門到大國來一趟幹啥？人家脫離，就是退出歐派克，人家就要準備開足馬力生產。你開足馬力生產，你生產完了油往哪兒運呢？你得找客戶啊。所以這哥們先到大國來了，這不就是切客戶來了嗎？所以這個朗子很生氣啊。朗子一氣是阿聯酋，你竟然搶我的客戶；二氣這個二哥你怎麼能這樣呢？另外一個，美國的制裁也很厲害啊。美國擴大了對大國地方煉油企業的制裁力度，導致部分企業面臨結算困難。就是說，你從朗子那進口油的話，你到時候你往出賣，對不對？你被制裁了，你那個所有系統啊，对你來說就是個麻煩。所以很多大國的地方煉油企業就是地煉呢，沿海邊上地煉，人家也不要朗子的油了，因為朗子的油便宜，人家一算賬啊，制裁就制裁了，你便宜对不對？我吃了，但是你這玩意還不便宜，我還冒着制裁的風險，那誰買呢？當然就不買了。但是大家要算賬啊，朗子本來是想通過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讓這個油價飆升。油價飆升讓特朗普受不了，美國通脹加劇，美國的油價對吧？美國人加不起原油，就這意思。那特朗普讓步，但是這一招啊中了大哥的下懷。哎，地保是希望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地保也賣油啊，你封鎖我往出賣，這樣的話價格一高的吧，到了$150一桶，那地保的笑的晚上都能笑醒啊，睡着的都能笑醒。但是二哥这受不了啊，二哥是原油进口国啊。二哥跟美國是感同身受啊，這個時候二哥跟美國是共命運、同呼吸啊，所以說啊，這個三弟啊，不僅恨二哥，實際上他也恨大哥，大哥也做的不是人事，為什麼呢？按照二哥強硬派的這個算盤，不是按照三弟啊強硬派的算盤，就是我這邊把霍爾木茲海峽一掐，那邊再讓我的小弟把那個曼德海峽一掐，然後大哥，對吧？你也少賣點油，對不對？你少賣點油，這下油價就是飆升了$200一桶。結果呢，這個大哥悶頭的往出賣油，你說這叫什麼事？完了，這個二哥本來對吧，你應該加緊買，你一買對吧，這個市場上油價不就上去了嗎？結果二哥他不僅不買，他還把他儲備油啊拿出來了。這個儲備油一放出來，這油價呼呼往下掉，油價就一直破不了100。所以說就是三弟怎麼使力啊，想讓那油價上150，結果發現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啊追着，這油價就是上不去。這個三弟很生氣啊，這強硬派覺得啊，誰在後面搗鬼啊？後來一看，完就這倆哥啊，正義聯盟在背後搗鬼。所以這個觀點我以前也說過啊，對吧？所以地保就巴不得你趕緊把霍爾木茲海峽封了啊，對吧？這個煽風點火，你趕緊封。所以就這個事情上面啊，正義聯盟大哥、二哥、三弟這3個利益都不一致，你說怎麼整？怎麼可能對吧？在一起呢？他們在一起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國是個背鍋俠而已，大家在一起吐槽都是吐槽美國。所以伊朗的强硬派啊，現在已經對大國產生了一些看法，所以出手教訓啊，出手警告，那是勢在必行，也就好理解了，對吧？所以有好多人啊，
認為大國會給伊朗賣武器，這個都是胡思亂想，那完全利益不一致。還有人說啊，還有的談判，哎，天天鼓吹朗子要什麼不對称優勢，哎，拿海峽做武器，你這都是跟大國作對呀，你那都是在幫俄爹的吧？然後损害的是大國啊，俄爹是希望這樣，对不對？所以这個俄爹派了這個梅德韦傑夫啊參加哈梅內伊的葬禮的時候就說了，對吧？伊朗人不要搞核武器，霍爾木茲海峽就是核武器，用好了比核武器還厲害。你看這一供貨交友，這一挑撥成了。但是啊，這一切都沒用啊，最終毛拉恐怕是要垮台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